前五大德大家午安。全传师午安。时间呢已经要到10点啦吼。当然今日呢讲起来嘛会使讲是真正难得的一个聚会。当然伫这个班来讲起来，嘛会使讲是非常的事情啦。这个嘛是当然咱有一段时间呢，无依有这个帮助。因为前几者呢，嘛一直有要讲这个成长班呢，一直爱去甲伊开班啦吼。嘛会当借着讲这个机会呢，咱所有台湾的道亲呢，会当倒转来利用这个机会来聚会。当然有即种的想法呢，真好啦吼。无伫这个全台湾省呢，会使讲是距离嘛是安尼，大家要相处的机会呢，可能嘛是较少啦吼。当然有这个帮助，不过大家嘛是爱积极啦，嘛是爱积极吼。因为伊咧这个班来讲起来，一班的人数，安尼算起来应该是不足啦，所以足期待啦吼。无论是啥物帮助，当然咱做干部呢，咱一定爱去鞭策、去鼓励，尤其是讲伫这个检障班内底，因为检障班来讲起来，拢是千上的这个干部人才，所以讲呢，这个的道务呢，其实讲起来，若无咱大家共同努力打拼呢。其实这个道路要防得非常困难。你讲一个人伊的能力偌好，若无有大家共同扶持，各司其职，要会当真正办好了解这个道路呢，还是讲是非常困难。那当然，咱对于了解这个帮助，其实讲起来，无非嘛就是讲要借着文艺读册。会当咱进入了这个官教读册，互咱会当进入了个实相读册。那当然，文艺读册嘛，就是讲文能载道，文为道，文明载道，文为道。那当然有了解咱讲师呢，慈悲，来甲咱做一种的开示啦，启示啦。当然，伫咱修道的当中呢，嘛也都千千万万的不足。那当然嘛，借着这个学习的过程，互咱有所了解、觉察，慢慢要安怎来做一种的调整。所以今日讲师甲咱讲的会好，无非呢，嘛是讲伫修的过程，当中毋是讲无修，有修，但是伫这个会好的当中呢。那当然，这就是咱爱每一个人去觉察着家己，要安怎去改变着家己。那当然，会校就是要成就了着咱最后的理念。当初今仔甲咱讲，咱是对了着咱的灵性，对咱的灵魂灵性，对咱的慧命呢来负责。所以讲呢，咱既然会当进入了着修行。这个改造，当然会当嘛希望拢会当真正到最后会当圣凡如意，会当这个富贵双修。安尼呢，咱会当无辜无了着天恩殊业。尤其是伫即处当中呢，或许拢感觉，因为咱都有道人伫，各位前辈敢是安尼？因为伫过去呢，伫无道人伫的时阵，伫单纯读书的当中，你讲要得到修行学道，究竟是困难只有拢是搁是建立这个福报内底，享受了着几百年的福缘以自外，共款爱搁来传承。那当然，咱即阵有道人得，咱既然得到，那当然要安怎来修持？
这应该就是咱每一个人修主呢应该要去体会，安尼呢，咱才会当有所得，有所得。虽然得到顿法，但是无透过讲修，家己去自证、自修自证，其实呢，要会当达到功德圆满，其实嘛是困难所以讲呢，咱不断地自修，自修当中就是要自证，嘛就是讲咱伫道会内底，无论讲伫外有甲内在，拢是爱经过了解理解，咱慢慢去家己了着咱内在对一件需要去修持，互伊圆满的。这个就是咱修道这个功课。那当然，今日去讲书呢，会使讲是非常的慈悲啦真正细微的会当来讲出了着咱伫修行学道呢需要个快马加鞭，变咱伫即段的风景当中呢，会当真正去学习尤其是今日呢应该是较针对了着内在，即个心地法门来讲呢甲咱做一种的剖析啦就是讲更较清晰伫咱道场呢所去当着会种种更较细腻的即个问题不足的所在，会当甲咱剖析，以自我，伊个会当甲咱提供，咱要当去补了即个不足。那当然，咱会当注重讲师伊所互咱的咱会当一一会当讲慢慢针对了着即个所在呢，变来去调整了着家己，这当是实际。若无拢是讲师的，讲师讲偌好，拢是讲师的。但是咱今日若无真正注重道理，家己用伫内心的去家己做一做改变那当然伫改变，以会校来讲起来，这就爱看咱个人咱若感觉讲这个生死的重要世间的无常，唯有就是快马加鞭别人会当做好了伫心地法门的内底呢会当家己做好事。那么为什么呢？伫这个心地法门，伫这个内在内底，为什么讲师伊需要讲到安尼呢？当然，嘛也就是讲伫书内底，无论讲伫外有办道的当中，非常的重要。但是伫内在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呢，更加搁较重要。为什么？因为咱既然福慧双修，嘛是希望讲照着办的当中呢，会当累积了着福报，会当照着修的当中开启了着咱的智慧，伫这个相关之下呢，咱最后有当有法度人自修自证。那么为什么？因为咱若无修办呢，咱若无做福，今日其实咧开启着咱的智慧，安尼咧。要当真正去证道，会有困难的。安怎讲？因为咱是先得后修，咱毋是先修后得。虽然今日去得着道，但是咱若无透过了修办的当中，慢慢得以参悟啦。或是咧讲，真的或许嘛是种个体悟啦。因为当然，咱的前辈者讲师。伊所甲咱讲的，拢是讲是道好嘛，道经、地经、天人经嘛。但是咱若无到迄种意境的时阵，你敢有肯定即句话？敢有？无迄种的意境的时阵，咱敢有？咱敢有法度去肯定道经、地经、天人经？敢有？就会有困难。所以讲呢，亲像今日咱明明原本领认呢，当然伫道场呢，真的他修持得非常的好，以及他推动道路的那一种的能力很好，以及他内在的
修为挺好，那么这绝对难，绝对难，因为就是要圣观，就是要内外双修。但是你当着思维内底，你要安怎会当去找到一个出口？会当向下扎根。所以讲咧，为什么讲伊伫办道的定力遮尔好？因为他都有参与在里面。当然，伊今日是领袖啦，即使伊毋是领袖，以伊个人的修为来讲咧，伊袂讲我这叫我无关系，我就不睬啊，伊袂安。因为既然是道父来讲起，是咱大家共有，咱大家拢是老母娘。师尊师母四业分清之内，会真正地主，大家拢是有责任的，敢是安尼？敢是讲这种干部的代志，这种领导的代志，不是这样。如果咱若是安尼想的话，咱表演的就有限啊，因为这叫我无关系嘛，对无？咱就是地基道观嘛，其实。讲修讲的，无修无的啦。所以讲，咱今日的既然拢已经达到清散，希望讲今日当时甲阮讲的咧，咱爱真认识了解家己的职责所在，咱要安怎鞭策自己啦，看家己尔，修得好，别人拢是做的，唯有家己才是真正注意。咱若对比讲敷衍，一天过一天，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咱要安怎去参拜，真的就是要做。那当然，或许比较强调，除了咱私底下爱家己去研究，咱有办法爱参与共同的研究，以自外。当然，或许是感觉讲，咱大家咧，尤其是伫干部咧，真的要放清这个区块。放清这个区块呢，无得清。所以讲咧，咱伫这个放清的内底，当然有点点滴滴啦。但是咧，咱若无行过了解者，咱基本功嘛是安尼。所以讲咧，咱大家要去放清，随时拢会使嘛无限制嘛，咱无论讲是干部，毋是干部咧，其实讲咧，只要有机会咧，咱就是会当调高薪保护你，有班咧一定爱用多长班，有人咧爱多多人，因为最近咧这个疫情的关系，生活来批训，不断的是催出天使。真正咧就是迫在眼前啦所以讲咧，会当互家己求道诶，咱就尽量赶紧度伊来求道。所以讲咧，这个天时不单平嘛唯有咱家己会当去秉修成就自己，成就道场，也成就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咱人若无不断鞭策家己咧，其实真正。咱一天一天咱去过，安尼足可惜啦。所以讲咧，咱一定爱引以修行，好好咧对治家己的心性慧变。所以讲咧，有些讲人来修诸菩萨先来修因为伊知影讲人生来到遮无常嘛，无常就是人毋是讲食老爱死的，敢是安尼？毋是啦随时这个来死饱的来死，所以讲咧修行袂当等时间，伊当下你若会当做时间，会当讲我等到有钱，等到囡仔大汉，等到啥物岁20，即种诶咱若有想办法，去家己做一个起色。有当时咱要修行学到会有困难，因为安怎讲，内心骗囡仔，来到爱骗孙。系啦当然啦，要做阿公阿嬷就爱骗孙，讲起嘛是道理啦但是要咱去起舍，当然咱嘛就是爱家己去取舍
今日呢，咱今年就拄啊好，咱去操作的吼，这是咱徐秀玲讲师伊一个竞赛，这是伊操作啦。伊竞赛是医生的，伊伫当中呢，会使讲是非常的真虔诚，非常的诚实。伊来带动一寡年轻，就选一寡即届南下的，就咱第二顺来做参访。当然咱遮应该是有一寡年轻者去遐学习嘛好啦，大家互动，看咱因来年轻者对道的那一种的认知，甲迄种的看法呢，当然卖当做一个交流。所以讲呢，咱会当把握了这个机会，尽可能呢，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当然呢，咱伫花莲，咱嘛知影啦伫体育班甲过去精湛班呢，咱目前甲曾经理呢都有讲过的。当然呢，伫花莲要去这个活动，大家会当拥护，嘛是爱尽量去家己拥护啦。这种活动呢，会当来成就。嘛希望讲，这种活动成就以后，就请有法度咱成长。若安尼，就是讲有教训，有教训就有教训啦。安尼起来会当真正达到非常的殊胜以及圆满。因为时间超过或是不便去打扰所以今日伫遮感谢给咱林本连任遗嘱呢，感谢咱各位亲信大德希望咱以后这班次呢，大家拢爱去加进。咱干部咧邀请前线毋是即马有赖好善机就好的，或是感觉讲伊所长呢，一定爱倒去关心，去敲电话去甲伊鼓励啦。无定是讲你去甲鼓励，伊有可能就会改变嘛，无一定啦伊的工作会当取舍。咱若阵去甲人铺理电源，有我有铺，有铺的当中内底完全无看法，无一定啦。所以讲呢，咱爱负起这个责任。今天我们入的班呢，人真的很少。因为或是要被传递有负责任相信伊嘛有面讲的互我先有比较有面孔，大家共同啦以后变成伫遮嘛感谢咱台北转来，甲咱台中转来，咱高雄转来各位前线大德嘛希望啦这是咱的班会希望以后呢，大家一定爱去小亮去，安尼感恩。感恩最后呢，祝福了咱大家身体一定健康圣凡都能够如意我们的道路呢，真的能够宏展以上感恩。感谢这是慈悲全道公，公道公。好，第1班，中华民国109年11月监战班，爱想单位及核准单位，班连长向无职任务行30公里，全道义公，在公。感谢神明慈悲之功，感谢父亲慈悲之功，感谢各等师慈悲之功，感谢讲师慈悲之功，公道义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感谢前人慈悲之功，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感谢各等师慈悲之功，感谢讲师慈悲之功。
行三公里全道立